我甲你讲哦，要讲啥？最近啊，网友讲咱 IG 的行动变较济呢。所以咧，无我都听人讲甲你讲啊。但是我感觉迄回的人真是足少的呢。是哦，毋过我看嘛是有真侪网友咧回啊。但是我就是想要搁较济啊。你都大心肝啦，到时阵啊，莫咧讲啊，毋知要安怎回，要安怎。我跟你讲，这你著免烦恼，放120粒心啦。上好我较侪粒心啦。你是咧讲啥物意思？就是因为今仔日啊，我邀请的来宾，伊就会来甲我教啊。我要甲主管讲哦，以后迄来宾的名单爱注意啦。注意啥啦？无时间注意遐济啦。到时阵迄名单毋是名单，到时阵迄 IG 的人啦，足济你嘛是爱斗3工啊，所以拜托者你嘛爱认真听嘿。咦，爱认真。哎呦，人来宾拢咧笑啊，赶紧来开场啦！好啦好啦，马上开始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听众朋友啊，我甲恁讲啊，白边甲我吼，阮两个拢煮第三节啊啦，恁敢煮第三节啊？我做啊，你这是咧呛声吗？毋是啦，阮是咧听听众朋友我讲嘛做啊。我们煮第三节了，阮开始就是那熬尿尿。我无呢，你无哦？我就正常爱困尔，爱困。头晕，差不多一工。头晕一工就好，就无代志啊。安尼听起来你是一个少年人。就用诶。讲遮济听众朋友啊，恁敢知影讲是啥啊？迄时阵搁要吐槽家己啊，标题拢写啦。咱今仔日出名人请上门，欢迎要邀请一个，毋是要邀请一个邀请，邀请到一位真特别的来宾。咱先请来宾自我介绍一下，敢好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喜多。喜多，我住伫咧新店。我是一个美食 IG 客啊，我甲我的朋友斗更加积极嘛，有开一个节目叫做《鸡来素》的 Podcast。阮的竞争对手毋是啦，咱就是咱无法度做，无共的性质啦。而且我嘛无法度做恁的对手，阮的人足少诶。真的真的。所以除了就是 IG 客，搁做 Podcast，你敢搁有做别项？我伫咧行销公司上班，毋过是做一般的行政。什么公司？行销公司行销公司对所以你是行销公司的行政，对哦。但是恁公司那样无彩，你得接到行销啊，佮无甲你我无足够的，我无足够的。袂啦，恁只来普通尔，普通尔。哟，伤谦虚啦。安尼你敢知影讲你今仔日来遮，就是有网友会甲你问问题？我知，你有甲我讲啊。对哦，我准备好啊。哎呦，不过我毋知你要问啥。听众朋友啊，阮嘛是无说啦，就是小可讲者。好啦，我先问问题哈。我先啦，你先呀，我先。你看你受欢迎的，阮想要问。就是想要请问喜多，头拄有讲到你是一个 IG 客，那呢想要请问你经营你的 IG 差不多偌济时间啊？差不多4到5年左右。哦，4-5年啊，4-5年，然后一开始是斗更加积极，因讲我竟然遐尔爱食物件，啊，搁会晓煮饭，对，规期就来写看嘛安尼。哦，对。但是4-5年前专门做这个人足少的呢，足少的，迄阵较少，所以你算是先锋。啊，毋过我中午一寡时间无足认真经营的。因为做甲亚线吼，有淡薄亚线，差不多一年就差不多10工15工才写一批尔。一年？对哦，每个月差不多，对，逐工拢写。有一年做亚线的，差不多10工到15工才写一批。所以就变做讲一个月加剩一篇。差不多上济就4到5篇尔，对，一个月4到5篇，安差不多一礼拜一篇，足少诶。但是甲伊拄则讲诶，逐工写，逐工写都足忝诶，逐工都忝诶，写甲无物件，敢若写日记共款。咱逐工咧铺文拢拖甲足忝，伊可是逐工出去食物件呢。我即摆是差不多4到5工写一篇尔，就较自在啊，写出来物件嘛较。我家己感觉较无遐尔啊，较无遐广告的感觉。对。咱像讲，就是你即马4-5工写一届，你敢会特别规划讲，你今日要去食啥？袂呢。就是想
愈着啥，食啥，就写。啊，敢有人会就是特别来问讲，是多，阮有一间餐厅新开的。有啊。啊，这种会嘛邀会使？请呢？邀请的，会使啊。像 IG 课敢有成功还是无成功？敢是你讲用接业配，还是像我拄则讲的安尼，就是人甲你邀请安尼。譬如讲你做好食物的，都有真侪餐厅来甲你邀请，你感觉讲这敢是算是成功的标准？我感觉成功甲无成功是看家己呢。看家己啊。到即马为止，我嘛无感觉家己是成功。袂啦。到真成功的阶段，我是感觉着看家己安怎去设一个标准。对，若是你要看你的追踪人数。对，而且是你看你家己的最我知翕相出来迄个成果。对，我是感觉家己去判断就好啊。所以，若安尼照你意思来讲，你感觉你敢有达到你家己心内设的迄个标准？其实无呢。其实无，你对你家己这严格。无，因为我想讲，若会当一直进步是上好的。对。所以我无一定爱，譬如讲爱偌济追踪人数。对。当然是愈济愈好，毋过嘛爱大家拢介意你的物件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但是我会记你进前伫恁的 podcast 节目内底有讲到讲，其实你的买众就是粉丝啦。你的买众无一定逐篇拢会回呢。对无？我的互动足少的。就是对，毋过大家都会定点咧看，然后去迄个餐厅食饭，甲餐厅讲，是看我的介绍。所以餐厅拢会甲你回报，对无？对，餐厅会甲我讲。奇怪，因的网友拢无你甲伊应，拢会偷偷去，咱的网友奈无。听种朋友啊，我真就是你讲你。你有介绍啥物餐厅？无啦，我袂使介绍餐厅。敢会当甲我讲？无啦，我大概拢毋知要食啥嘞。我等下私底下甲你讲。安尼你等下会使去写一篇啊？伫倒位内湖吗？差不多附近尔。好。再来就是你感觉就是有翕相啊，翕水水的相片，翕一寡好耍的影片，敢若是做 IG 课会放的一寡内容。那安尼其他敢有需要伫咧 IG 呈现出来的？我感觉，拄则因怪我感觉，我感觉家己的风格啦，很上重啊。因为其实道哥甲姐姐嘛是一直咧甲我提醒，莫看别人安怎做，做家己就好。伊讲这是上重要，所以我感觉水水的相片甲你的文章，其实你家己找着平衡就好啊。免一直爱就是讲每定爱做到啥物程度。对，还有做出家己的风格就对。因为一直家己逼，其实写出来的物件会较定啦。对，所以你自头到尾的风格，敢拢是共款的，还是你中有调整过？我中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黑暗。暗甲你即摆穿共款，跟我共款，甲黑边共款。差不多。有一阵啊，我的朋友甲我讲，我看你的物件，你翕的物件，我完全无想要食。无想要食。像喏，你的黑暗就是讲，甲相片翕干的暗暗。对，是有重点，毋过看起来没有食欲。无想要食的。无想要食，对。食欲大约要安怎讲？喙无胃口。看起来无胃口，对。喙空是想要食。喙空是啥？喙空就是喙空想要吸物件吗？你。喙空怪怪。硬要安尼讲嘛会使，但是喙空上就是你就是想要食物件。嘴馋喙空安尼对，喙空就是嘴巴啦，喙空就是嘴巴，喙空，对。平常时咱毋是拢讲喙，对啊，或者也是喙干，若巴肚枵就讲巴肚枵，但是口腔癌有一种讲法就叫喙空癌嘛。喙空癌嘛。对。这种讲法我毋知呢。对。就一口。我见你大只学的，你回去我伫节目顶会使。我感觉你得着喙空癌。袂使咧。对啊，这平常时也用袂到啊。好啦，无咱伫咱开讲的，所以讲就是黑暗暗了，过来第二种有啥物风格？即马是较注重伫咧物件顶头，袂讲一定爱洗一个环境啊，还是啥，就是我若是翕即碗饭，我就以饭为主。对，所以你讲的意思听起来就是讲，你以早就练迄环境，倒爱藏啥，盘爱藏啥，较注重安尼。所以你以早是翕较远吼。一开始是翕安尼规个餐厅安尼哦。对，一开始有一寡相片是安尼。安尼人哪会看会到迄食啥？对，所以我后来就感觉讲，我想要就是要有一个重点。对。若像你迄当阵若是迄个风格，你若食路边摊咧，要安怎翕？路边摊我
真少食路边摊。哦，你真少食路边摊。嘛毋是真少食，是平常时会食，但是袂去写迄篇，毋讲袂去翕，对，对，所以道哥顶礼拜就甲我讲，现在我拢无要去写小吃，对，对，我感觉讲，就是因为你写的有一寡是餐厅，就是网友啊，听到遮恁会使去点伊的 IG 来看，伊介绍拢是餐厅，但是我感觉讲有一寡就是像咱路边摊，是讲一寡我。伫行啊内底，对啊，安尼。平常时会食的物件。就是你的听众会拄安尼，会变甲安尼。对，顶礼拜咱就咧讲，伊就讲你现在都无要写小吃。因为像恁顶个恁节目内底有讲到一个鸡蛋糕，就是鸡蛋糕第几遍讲？鸡卵糕，鸡卵糕，对，鸡卵糕。鸡卵糕啊，啊像听讲迄个鸡卵糕都有人去排队，啊，佮有啥物烘番麦有无？哦，番麦迄是。道哥，你去烘丸，对，迄间我嘛足想要食，啊，毋过烘丸离阮男朋友住所在有淡薄仔远，骑车半点钟，感觉伤远啊，我就无想要去啊。哦，了解，所以就是像即寡路边摊，我感觉这嘛是会使写，但是就变做讲，若像拄则你讲的，爱翕个环境，我感觉迄个较困难，啊，毋过有一寡摄影师翕个足水诶。因为就搞诶，伊的迄种做古早味的感觉对无？我就讲摄影师就搞诶，就厉害。摄影师的台语是摄影师，摄影师，对，哇，就难，就困难咩？迄个摄对无？迄个摄对，哎，袂歹啊，去摄对，对摄影师，我开较讲会使，会使，无问题，真好。我本来想讲，我迄当阵甲白边讲，是多平常时拢甲季节。听众朋友，季节就是因 Podcast 节目的另外一个主持，因为季节是讲客语的，平常时阮听是多拢你拢会甲因讲客语，我本来就是讲，那邀请你来这讲台语的，可能会有一寡客语腔，结果无呢。无，因为我是河洛人。哦，所以你伫厝甲恁爸爸妈妈嘛是会讲台语。无，拢讲国语。我拢讲。我的台语是因为我阿嬷跟我阿嬷我跟我阿祖的关系，因为因拢敢若会晓讲台语。所以恁即马嘛是个会开讲。无，我甲时大少咧互动诶。本来想讲你若有有你开讲，所以可能细汉有讲着。对，就关系。但是细汉有讲着，到尾啊，你即马出社会应该较少讲吧？就少诶。但是会记得，真的是厉害。特别是因为我咧新竹，台语较罕你讲。但是罕你讲，你个会记得，你即马够好多教安尼开讲。因为我看8点档啊，我就爱看8点档。安尼我知影，不过我拄则甲恁讲诶，迄奇迹的台语变加奇迹的女儿，好，奇迹的女儿就好看，奇迹女儿就好看。详细你敢有看？无呢，生生世世我袂歹看。厝内底人刚刚有看。生生世世，阮的士林薛士林，阮的士林。伊有种迄出，我讲袂歹看，因为伊伫内底嘛是介意查甫的，因为有处理认同的问题，所以伊伫内底真的是演甲足好的。阮即马。电视有得播，听众朋友啊，几点啊？哎呀，再去11点到12点。那是考试啊？对，真是小看咱就咧考试。好，所以本来就变做讲拢翕食食的本身。即马你以后敢有想要换风格？无咧，暂时无，就是我感觉就是哪做哪学，豆豆找出家己想要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感觉每一个阶段会无共款。我感觉可能甲心境有关系。对，就是嘛是有。迄当阵翕甲安尼学嘛时阵，敢就是无想要做亚线，无想要破本。毋是呢，是想要找家己的风格。想要。毋过一直看别人去做的，就是这是因一定甲我提起，我朋友一直甲我提起的代志。对。伊就讲我伤过介意去看别人的物件，然后家己的版面顶头咧做的时阵，就会看起来甲别人无共款，甲别人共款，对。你就是想过，就是要意别人伫做啥，你嘛想讲家己敢会当做甲安尼，结果尾来就走前去，讲失去家己的原本的风格。所以你拄则问我成功甲无成功，其实我回答袂出来，就是因为我搁咧，你搁咧学，对，其实我感觉大家做代志拢是安尼啦，就是哪做哪学。关就是啊，你看人一直讲阮 IG 咧发绯闻，无要紧啊，我就想讲一寡朋友甲阮互动，阮讲一寡台语趣味的代志，我嘛感觉做好啊。像拄则你嘛知影一支烦恼会迄个代志。我看到就爱看的咧，做好看的吼。毋过烦恼花是倒一出啦？台湾阿成吗？霹雳会霹雳会啊！这个要比啊！这要比，这使讲。毋过已经就差不多20年。无，因为阮有一集就是阮有一个节目叫做《心所爱歌》，阮有邀请到就是你拄则讲爱甲超过迄条歌，
伊会做客的老师，有请因来，阮迄当阵就讲着讲，这是霹雳会的，就是片尾，所以有讲着咱嘛会使讲啊。而且这即摆网络已经看无啊。其实有啦，有啊，毋过都一两段，尔，差不多5分钟、10分钟安尼。那安尼就是想要问讲，就是像拄则讲的啊，就翕相、翕水水啊，翕迄就是一种爱有的技术。若想讲迄就是普文的效果，还有迄一寡数据的分析，你感觉讲这敢有需要特别开功夫落去学？其实足侪人会开功夫去学，毋过我本身是无。对啦，嘛是啦，你拄则来讲啊，你一年就铺无几篇。对，我有时阵看到，那会人遐少，对，我嘛想无，对啊。但是你敢会想讲去试看讲安怎试，伊才会去影响着安怎试？会试看觅啦，毋过我当时阵就是抓袂准哦。像讲就是差不多看，像你介绍拢是餐厅，像看恁 IG 的，差不多拢是几岁的？差不多25岁到40岁左右。若像迄一寡餐厅，毋是甲你讲人客会来，伊敢有讲因差不多拢几岁？无呢。毋过我的学生较少，对了，你介绍的餐厅学生可能无多，出社会啦。即摆学生就有钱的呢。即摆学生做好个，真的假？看所在啦。即摆学生拢举 iPhone 吼，别。iPhone 刚才讲会使啊，我没有 Apple Podcast。无啊，即摆学生都就有钱的呢。真的哦。系啊，因聚餐拢食迄1-2千箍诶。聚餐食1-2千箍。阮大姐后生。恁大姐好。对，因食饭拢食迄种。咱较早都食吃到饱嘛，对，因即摆拢食迄单点的，对哇！我刚才要去食迄食较饱的，我拢爱去考虑一下。是哦，对啊，尤其是咱有岁啊，无我18岁尔，因为有岁啊，不是因为咱底下无钱，无啦，我18岁尔，你莫后别讲哦。无，我感觉差不多过27、28，应该是差不多，咱家己有趁钱，才会吃到饱就袂是咱的选择啊。我才18岁尔，我要去吃到饱。你紧去。是头一个18岁还是头第二个18岁？我袂听。第二个18岁，阮朋友拢讲是第3个18岁。听众朋友啊，我们来宾甲主持人要相拍。所以像你讲的这分析的，你都无特别去要伊啊。但是听讲有一寡人会去专门去上这种课吼。你敢有听讲？有啊，我身躯边有一寡 IG 课就有去。因感觉去上课效果啥款？我毋知呢，因为因有当时阵，伊个风格，因个风格其实都一直拢共款，所以我毋知影因到底是做啥物无共款的代志。因为你去甲人问人嘛，不一定甲你讲，对啊，对啊。伊去上课了，你感觉伊敢有真正的呢？冲起来是啥物？我感觉去上课的人，敢若较无遐。安尼直接飙升，直接飙升。但是毋过甲我同期的朋友，即马有一寡拢已经10几万诶。嘛是有效果啦。好啦，无咱罔拼啦，看咱当时诶。我竟然我要求无济，我讲1000，我豆豆白啦，2000标准较少，2000标准较少。5000好啦。好啦，5000。毋过因为即摆讲台语的少年人足少。对啊，所以即摆在希望讲，就是阮莫写一寡伤沉重的，像你看阮找你来，就是因为有一寡少年朋友拢伫听恁的节目，因甲阮介绍，阮就想讲，恁内底一个会晓讲客语，一个会晓画图，另外一个美食 IG 课，阮想讲，阮即摆嘛无拄着 IG 课，因为做 IG 的拢做少年的。阮其实找无就是做 IG 会晓讲台语，对我迄无你敢有熟悉？完全找无吗？嘛是有吧？还是阮熟悉无济？你爱为下港开始找？但是下港的要来录音的，歹超车啊，拄好住北部，佫有影响力，而且佫会晓。IG 做了袂歹，佮晓讲台语，就你啊，对吧？就你啊。应该也是有别人啦。你莫要欠。我嘛是毋知，因为平常时拢讲大家讲国语啊。对啊。台语就少诶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有一寡人咧听的，因为我是有听就没有听恁的节目，我家己嘛有听，所以我才知影讲你会晓讲台语。若无其他，其实平常时你要知影讲，伊咧经营 IG 啊，佮会晓讲台语，那就嘛足少诶吼。因为上班嘛袂讲啊。对啦。拢讲国语。但是阮遮做特别，阮遮上班拢讲台语呢。一定爱吧，因为恁个台语台啊，迄无法度啊。枷锁，我都毋相信迄那恁开会咧，开会嘛是讲台语。大部分。是哦。对，就困难的呢。主管就是希望，有啦，一寡专有名词，也是一寡就是数据啊，遐物件。对，较歹烦的，就是阮的，就是，阮就是嘛是讲华语。
对啦，莫有压力啦，就是像你讲，像拄则甲你讲的，你平常时无你讲，但是你即摆佫会晓讲，我感觉豆豆仔讲，愿意讲，这拢是一个就是进步的开始啊。对。搁来就是想要问讲，若是有别人伊甲你讲，伊嘛想要做 IG 课啊，你会互因啥物款的建议？先走，先走再个讲。先走再个讲。但是伊若是问讲，我要做啥物主题？伊咧甲你问请教的时阵咧，你敢会甲伊讲？我会先问伊想要做啥物款的。对哦。所以你做认真甲伊回答。是感觉先走再个讲。先走再个讲。对啊，因为你若无落去做，你嘛毋知家己会做啥物，会做到啥物程度。对啊。所以伊若真正想讲，譬如讲，我想要做食的，佮做啉的，啊，佮做耍的，你袂叫伊先做一项，你会叫伊先拢做。若是伊有钱，伊想要做啥都会使。因为爱做食的，佮爱做耍的，佮要做饮料，其实爱开足侪钱的。因为 IG 课一开始拢是爱一直家己付钱，对啊，一直开钱。伊个到后壁才会有厂商要找你，对啊，你才会当豆豆仔家己趁倒来。先付出啦。头前爱开钱就济啊，所以伊若要去大饭店，那种凊彩伊欢喜就好。伊若顶下有钱上重要。若较无钱的，你会感觉会当为啥物款的开始？我感觉写一寡平民小吃啊。就像安尼，我著甲你唱起来咧。买啦，开始买啊。你则是讲写差不多300到600之间的字，差不多。底文啊。你讲字数爱300至600。不，毋是，迄经验，餐厅的经验。经验。金额300至600，差不多啊。伊若是想要拢介绍迄种全部路边摊的，譬如讲，嘛是会使啊。伊会烘价啊。全台湾的鸡蛋糕食透透。嘛是会使呢。最近足侪人咧写肉丸的。是哦。对啊。你有来阮中华食肉丸无？我较无遐介意中华的肉丸，歹势。无，你较介意倒位肉丸？我介意咱新竹的。新竹的肉丸。红枣吧。因为你迄间有讲过，你无介意煎的对无？没有新竹嘛是煎的哦。是谁介意吹的？吹的是豆哥。因为阮男朋友嘛是介意食吹的。南部的，白白你敢知？白白是桃园人，你是毋是毋知影讲？就是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因拢是用吹的。我知啊，你知哦？你知？而且佫有细粒的，你敢台南的？对，台南的。高雄嘛有啊，做细粒的囝尔。系啊。拢一份差不多3粒。对，拢浇豆油膏。是就是用红枣吧，用煎的。对，用迄红酱，敢若是甜辣酱迄种酱。甜。对，所以较无共。应该叫什么米酱哦？米酱哈，米酱是白色的迄啦，白色的，迄是中华台中才有，新竹无。你敢有食过家人的肉丸？无呢。家人的肉丸内底是一地空吧？我无食过呢。连港会使食看卖，你若有去庙口洗牙齿的时阵，伫咧庙口遐。对，庙口就是上外口的12生上桥的边仔遐。因迄就是要安讲，内底就是规地的肉，规地的肉安尼。空吧。就特别，嘛毋是讲空吧3层肉，就是有肥的有瘦的安尼。用啥物运？用啥物料？酱料？一个就是高高的豆油。对，会掺盐水，你敢毋敢食盐水？盐水我就介意的。有人毋敢食盐水，我敢食。你敢食？我嘛敢。阮拢敢食。盐水就好食的呢。视网膜功力啦。盐水就好食的。对，但是有的人，你敢知影讲无介意盐水是因为器官的关系？敢若是诶。就是我知影。厉害呢！你敢知？白白你敢知？我有听过是天性的问题。对，就是因为伊的鼻仔内底会比别人加，就是闻到一个味。因为我身边足侪朋友无介意食盐水。因就讲伊是因为基因的问题。对，就是因器官内底，就是因会当加闻啊。还有一个讲法，就是讲，毋是有一寡人无介意听到人食饭的声。迄种声，迄就是因为伊的耳仔比别人会当加听到一个。较敏感的对。对，所以这真的是。这是真的，这毋是骗人的，这毋是挑工要讲嫌的，知无？这拢是这拢是有医学根据的。好，安尼听起来，以后我若嘛会使来做 IG 哦。会使啊，你咱登去写你中华的美食啊。中华好食物足济呢。我其实毋知影中华有啥物会当食的呢。你知影阿姐无？阿姐，连杰克曼吗？对，伊是
伊就之前就有咧介绍宝岛的好食物啊，宝岛，对，啊像伊若来中华西亚市，也是来湾里，阮拢会介绍。其实就是我感觉地方的好食物用足济，每一个所在拢有，就像恁之前有做新竹。大家拢讲新竹是美食沙漠，真毋是咧。新竹足好，我咧讲你真天爱去听因介绍迄集，我听足想要去食诶。安尼哦，对，尤其是迄咸酥鸡，袂使甲名念出来，因为阮无业配。咸酥鸡足好食诶。对，我足想要去食诶，所以我连讲想讲要来走一撮。其实每一个所在拢有即种物件，所以我感觉讲每一个地区若有人想要做 IG， 其实应该拢会使，都会当啦。但是后手迄听众朋友变，观众朋友变怎经营，迄个佫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啊，若是你讲的金额300至600，字咧字数。看家己呢，看家己哦。若是就爱写物件就尽量写。但是毋是讲啥物写足济无人看。啊，毋过其实我是感觉是有人看呢。有人会看。对，只是无遐济尔。因为像今年的啥物流传讲字数莫超过10纸，迄时间长度莫超过1分钟的，迄种上济人看。10纸是。就是 IG 的10行10行。哦。毋过10纸内底字数是爱偌济？就是 IG 的迄一纸。哦。但是我感觉安尼要介绍足少的对无？毋过若是伊翕相翕甲足水，我感觉是无要紧啊。哦。对啊。因为我看面册就是脸书，面册就是一张相片会当做解说。但是 IG 无法度啊 ，IG 就是一段就爱甲你后壁所有相片的故事拢写好了，除非你一张相片就发一张，对无？所以我感觉这就是写的文章。安尼嘛是爱增加家己写字的实力，对无？嘛是爱。啊，敢有熟悉迄种就是拢黑白写的人？即马身边是无呢。哦。你安尼会害着我呢？我若讲出来，我就死啊！你会使讲黑边就是你拢黑白写，你会使讲我啊，我拢黑白写。你拢有黑白写吗？无吧？阮就黑白边就黑白写。嘿，主管你有听到啊？恁主管敢会听？你拢黑白写哦。哦，对啦，我去用发现啊。啊，我要问讲，你当初是听到讲，阮甲你招讲要来用全台语上节目，你敢有足紧张？足紧张诶，足紧张诶。听讲你昨有做功课？有啊。听恁个节目啊，其实我之前就有听过啊。啊，我昨想讲，搁补习一下好啊。啊，个听阮节目，就是练听力，还是你有练讲？练讲因为无人会当甲我讲啊。哦，对啊，嘛是，你说较练我啊。讲笑，因为我阿姊嘛，平常时嘛是拢讲国语，对。若要讲台语，爱甲阮大姊因后生，才有法度。恁大姊后生会晓讲台语？伊会晓讲客语，嘛会晓讲台语，较厉害。对，几岁？即马18岁。18岁要讲客语，个要讲台语，因为伊之前国中甲高中拢有去参加迄演讲比赛，客语甲台语的。伊参加2种语言。最难得的。最厉害呢，因为讲真诶啦，会晓讲客语的囡仔，其实拢较袂晓讲台语，这是普遍拄着的状况。真诶吗？对啊，但是我有拄过，就是有一寡就是客家囡仔。因搬来去就是河洛讲河洛话，庄仔头，因就是为着讲就是要甲因斗阵，伊就开始学台语，这嘛是有诶，对。但是因讲起来拢有一个较特别的腔口，对。我毋知，因为阮几乎较早嘛是完全袂晓讲台语，对。毋过开始做工课了，跟有甲阮爸妈相处了，伊台语变甲足好诶咧。哦。比我甲阮大姊佫较好。厉害呢！安尼就是囡仔啦，伊就是客话甲台语拢讲甲足好诶。哦，安尼表示讲囡仔的语言学习，无得讲伊就是语言天才。嘛有可能哦。所以袂啦，我感觉你昨安尼报起来厉害啦，算厉害，过关。连讲等你100万点过来时阵，会当过来100万。安尼，都是你头拄有讲你细汉甲阿嬷讲台语，那呢你敢知影咱台语有字诶？我知影。那呢你敢知影？我知影这个代志，因为有当时你看 MV 嘛是啊，内底拢会起一寡，拢会写一寡台语专有诶名词。对。对，毋过其实我有当时阵看到迄个字，我毋知晓念对。像你拄则看到阮的卡本是咪有淡薄怪怪，想讲这字哪会无共款？卡本我看有。卡本你看有？会使。安尼袂歹啊，安尼袂歹啊，表示讲你有一定的程度。系啊。因为平常时细汉时拢是甲长辈，安尼讲话，其实毋知影遮个字，咩啊翻做去台语顶头，对。
其实有音就有字啦，啊，若是有字就有音。像咱即摆想要甲台语传承落去，其实你就是要有迄个字，甲迄个音记落来，安尼以后要教较紧。其实台语就难，就困难咧。真诶啊，真诶啊！你看有8个声调，而且讲话佫爱变调，佫有一寡俚语，我都毋知。俗谚语，系啊，就困难咧。嘛，你已经看阮诶面册，逐工拢有甲你教。我已经感觉我已经感觉已经是我身躯边所有朋友，包括我个仔啦，我已经感觉我台语足好诶。袂歹，真袂歹。恁即种你诶会所啊，佫有就是恁伫行大诶所在听起来，我感觉你诶台语真算袂歹。因为我看人介绍讲，以后台语诶人会愈来愈少。对，其实足可惜诶。对，我感觉足无彩，因为就像甲客家共款啊，会晓讲客家囡仔嘛是愈来愈少啊。对啊，到时阵有一天就是遮个语言拢会消失，啊，而且就像你拄则讲诶，一寡俗谚语其实就是记录咱当初时诶生活，对，文化甲生活，啊，到时阵这物件若无去，这物件嘛会对咧无去，所以真诶是足无彩。那安尼讲到这，就是想要问你讲，因为你即马伫像你讲诶，恁诶观众，你的 IG 的观众拢是25岁至40岁，但是恁的节目应该是较少年对无？对。恁的节目我看，我迄天听到的是16岁至30几岁上济，差不多，对无？吼。对。因为即摆就是我感觉讲，因为恁的团体伫咧，恁的团体尤其是你，因为你伫特定族群内底的影响力是真大的。啊，想要问讲，若是因为你的关系，大家当加学一寡台语，敢是有可能会当因为安尼，就是你加一寡讲台语的机会？伫咧节目顶头吗？无一定是讲平常时，无一定是节目，还是平常时。平常时较有机会啦。啊，毋过节目顶头是因为咱伊是客家人嘛。对对。啊，我若讲遮的台语，应该听无。但是我感觉就是姊姐，伊拢会伫迄节目内底甲大家教讲客语安怎讲。啊，毋过伊讲啊，足好笑诶。哦，对啦。你讲起来就真诶。啊，毋过伊真标准，伊讲诶真标准。对，有我问。标准够好，足厉害诶。系啊。足配合。我感觉我熟悉就是讲客语诶人拢足趣味。因为我当时阵有一寡台词，是一寡字毋捌，我嘛是会问伊。哦。因为伊也是知影。哦。对。听起来真就是伊客语真好。伊客语我感觉其实袂歹呢。但是我会记得有当时有一寡，因为我感觉伊除了客语真好以外，伊有当时佫会想要讲一寡台语诶，嘛足趣味啊，像伊迄讲多声道，含水会结冻，化水会坚冻。对，伊都讲啊足好诶。即句话就是台语来诶啊，所以我感觉讲若是。像安尼啊，无但是这嘛无得控制，因为恁就是无卡本，就是直接。对，所以大部分拢是讲国语。但是若是有机会，你嘛是会讲对无？因为伊若嘛你讲啥物台语要人讲，还是讲伊会讲着啥，你其实你嘛你拢会。有当时会啦，对。啊，你平常时譬如讲你去食餐厅，因为最近即摆有一寡餐厅会推出会大做讲欢迎到我用台语，还是讲用台语点餐。有安尼啊，我毋知呢。有即摆有做者，我到时阵打互你。伊即摆就是有讲用台语点餐会使送你啥物，还是讲。就是用台语来带房。啊，若讲了无够好变安怎？无要紧，因就是鼓励你讲较对，就是鼓励你来讲台语，你愿意讲，就毋知你敢会去台南？啊，我最介意台南，我后礼拜要去。哦，你后礼拜去？对，我后礼拜要去。我后礼拜要去，无啦。你嘛要去啊？我要对你去，无啦。讲出台南即马就是一寡做文创诶，因就是看板，啊，佮有菜单，因即马拢是用，就是我拄则讲诶台文字来写，因即马就是要推广。啊，所以阮一寡就是学台语的人，拢会去特别介绍。啊，因去内底，你会使甲因讲台语，我感觉是足趣味的。台南讲台语的人嘛较济啦，对。南部高雄嘛是。对，你有感觉讲就是用台语讲起来，那像真诶就较亲切。会吗？会吗？我毋知呢，我毋知呢。啊，毋过甲时代讲话，确实是有当时阵较爱讲台语较好啦。对啊，因较听有。因较听有啊。对。其实因嘛足辛苦，因为孙也是囝拢讲国语，因拢爱学国语，其实对啊，但是你看，其实咯，你看，大家拢讲学语言爱细汉，人即摆咱就拢讲啊，我袂晓讲台语，所以我无爱学。但是大家有想看觅无？阿公阿嬷遐老啊，拢会当为着孙，因煞会晓甲华语，还是讲有诶个学英语，有无？学起来去甲囡仔沟通，咱会因为就是因为年岁限制，就讲咱无法度学。其实我感觉这嘛是足可惜。所以我有机会你去。早餐厅的时阵，无得开，你会使用台语甲伊讲一下。好，若有机会，会使。既然要结束啊，你较紧诶无？你毋讲第9题，你嘛要？哦，第9题，哦是啊，对不起啊。你要做伙安尼？哦对吼，好。想要问讲就是因为就是阮网友啊，拢有听恁的节目，
我嘛有听，就是知影讲你最近的生活状况，网友就问讲你即马厝嘛安定落来啊？像拄则嘛听你讲啊，就是你身份证户口嘛签啊，即马生活看起来感觉足稳定啊，敢有考虑讲就是要结婚啊？真正有人问即个啊？真诶，像啊，网友写诶。结婚哦，迄个姓林的网友即摆咧讲你啦，姓林的，有计划啊，毋过毋是真嘛，毋是真嘛？对啊，差不多应该3年到5年以后，对，咱我甲我男朋友计划是安尼啦，3-5年以后。中间考虑的原因是，因为即马厝嘛是甲人租诶，对，是希望家己有家己诶厝，所以要先欠钱对对。到时阵敢会想要办婚礼？未想到遐，未想到遐，但是就是有规划讲，就是目前感觉已经确定啊，对，已经互相认定啊，即马等待讲共同的计划甲欠钱。对啊，毋过也是需要一寡时间啦，对啊，因为查某咱是同志嘛，所以甲是大人讲，其实是需要一寡时间的。所以恁双方的家长敢拢知影？阮爸妈知影，因爸妈毋知影。对，所以需要一寡时间啦。因为阮顶一集是友人嘛是有伫计划，就是因为拄着疫情，就是较无彩。我想要办婚礼吼。要结婚敢要办婚礼？伊敢有讲要办婚礼？无印象，但是伊有讲就是要紧甲即个喜事办的安尼。因为伊讲伊伫当初时阵上网络节目时阵嘛有讲，就是因对方的厝里毋知影，尾来就拢知影，所以感觉其实你嘛足辛苦，因为中间经过一段过程。对啊。希望讲你过来一切顺利。因为你搁会惊讲。时段敢会无要接受，对啊，我需要一寡时间啦，对啊。好啦，豆来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到时阵顺利的，佫会使阮开直播啊。几档来预计咧？讲结婚的代志。对，你刚才因为就是咱台湾第一个就是下国同婚。对。就是阿信嘛，信奇跟阿古。对，因。头一对嘛，对，第一高雄，因迄对阵，伊今年嘛有来上阮的节目，上阮网络直播其他节目啦，对，所以其实这咱嘛真侪网友伫咧关心这问题。伫台湾最难得的咧，对啊，阿朱头一个，这真的是细林的网友问的哦，细林的网友讲你啦，听到爱岛内哦，岛内公式就好啊，袂使甲伊的名讲出来，因为伊逐个拢捌伊。真个？对啊，因为其实阮遮做时中的铁粉就是迄几个，大家拢捌伊是公众人物晓，嘛毋是公众人物，惊死我想讲，无啦，我可能就是讲公众人物想要知影我的代志，就特别咧，无啦，安尼好，安尼问的问题拢差不多啊，那过来就是业配时间，你敢有即摆有想要介绍啥物，还是讲想要互大家知影一寡你的啥物？比如讲你的节目啊，是你的 IG 啊。大家若有来先订，还是台中食饭会当看我的 IG，我的账号你应该帮我囥起。对，OK， 好还有阮的自来素 Podcast， 阮每礼拜2甲拜5，按时9点，咱拢会准时更新。对，大家当来听看卖，那是讲你生活压力足大诶，你当听阮的节目较舒压啦。你爱甲听众朋友讲，就是听众朋友因的节目甲阮共款嘛，是3个人伫开讲，但是因3个是真好的朋友，因就是拍拉凉练小话，对。但是有囡仔，毋过嘛是有心灵心动的所在啦。有啦，有迄乌调，宇宙派，对，宇宙派，是叫做乌调哦。对，乌调，足困难诶，这我就毋知影。你会使甲大家讲乌调的生活。对，其实阮的节目就是较生活啦，较趣味，较笑亏，对。但是你生活压力足大，也是想要。就听笑笑的，嘛就趣味的啦，叫自来素所以你讲你的 IG 就是无一定时间，差不多4-5工就会换新。对，差不多4-5工。但是因逐工的限动、限动拢做精彩的。现实动态我也还好啦。自来素啊。自来素是因为网友的分享啊。网友嘛拢就热情的，热情的对。做热情的，好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你来遮上阮的节目，咱希望后一届来的时阵，毋是你的好消息，就是你100万订阅啊！100万订阅应该是有淡薄困难啦。无紧啊，咱有希望啊，像我感觉5000嘛做困难的。我是定伫迄5万好。5万好5万10万。5万得先来啊！好，希望有一集会使就是用自来素来啦。
邀请你做回来，对啊，到时阵姊姐袂晓伊就讲客语，直接讲客语。因为阮之前有邀请朱海军，伊嘛是对，伊是客家人，对，伊是客家人。啊，伊嫁互就是因先生，啊，就是开始学台语。朱海军先生是 no，对，伊是台湾好新妇随风代表。对，啊，伊就讲伊就开始学台语安尼。对，啊，我嘛是有阮迄届以来，伊嘛有教阮客语，所以嘛是足趣味。啊，毋过伊是唱台语歌呢。对，伊是唱台语歌。伊靠足好，伊唱靠足好听的哦。伊讲伊是艺人的，对。足搞的呢。对，足厉害。所以其实你看学客语要学台语嘛，足厉害。咱像咱一寡学台语的，嘛使去学一寡。只要你有心，对，有心拢会当。我感觉客语最难的所在是因为有足侪 Q 的。对。啊，佮有因为一寡落音，我发袂出来。像阮男朋友甲伊是屏东，是屏东人。屏东，伊甲新竹的口音就完全无共。对，无共。而且客语佮有一个就是。教安客，你敢知？跟他轮陪才有尔，就是咱台湾敢若迄个所在才有的迄个客语，就是教安客。啊，伫倒位？轮陪，云林、婚林哦。对，嘛是趣味。对，不是分4大类吗？5种，四海大平安。哦，厉害咧！高呢？我老师有教，你老师有教哦。而且有几种是2种蓝的。敢是四下是海陆蓝莓哎呀，歹势我都无读册。好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你来，那呢会使收尾啊？会收尾好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，耶！谢谢。好未？好未？我又无声咩啦？我紧啊，烧声。敢无啊哟？毋知。你出去？你出去？人敢有讲要甲你教？我真正是要甲主管讲吼，以后来宾的名单。人敢有讲要甲你教？我要甲主管讲啦，以后迄来宾的名单，为什么？我已经要救你啊！你个你啊，出名人，请就问。来就问，来请问，来请问 ，sorry， 来请问，搁一届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就问，来请问，来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大家都会这样。好 ，OK， 很多人都这样。好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就问，来请问，来请，对不起，你不要看，是不是给我应用流？我不要看好了，我不要看，好 ，OK。来哦。多谢大家努力，你伤大了，爆掉了。